香港人特別鍾情用乾身嘅髮泥，但其實唔係所有頭髮都啱用髮泥咁乾咁硬身嘅質感。例如一啲天生啲嘅髮質，多數佢嘅頭髮都係好乾有毛躁，又或者你係漂過、電過髮，用乾身嘅髮泥會令到有好多毛毛飛出嚟。其實我以上講嘅髮質都可以試下用我而家介紹嘅呢一隻 Fullman Hydrating Pomade。質地有少少 creamy， 好容易推開，有畫面上呢啲嘅修護成分，可以同時俾到潤澤、保濕、修護呢3種功能俾我哋嘅頭髮。佢拉晒絲嘅纖維感，可以幫助我哋更加容易搽上我哋嘅頭髮。自然光澤，帶少少落身，搽嘅時候好 smooth，唔扯頭髮。呢一種立咧，其實係你會 feel 到自己頭髮有 product，但高定力唔重身，唔係幾日冇洗頭好塌嗰種立。用我呢個手法搽，手指一嘢閃過就見到成個髮型嘅觸感，層次結構都出晒嚟。用迷你梳亦都會更加容易梳到線條感。如果你要去一啲比較 formal 嘅場合咧，其實呢一隻 pomade 可以令到你頭髮黏得好整齊，梳色咧都超級 smooth 同埋 firm。